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14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11点，李登辉前总统移灵的车队是总统府做最后的巡礼，中昼火化了，伊的黄金家属也先请回去等待安葬。昨中国解放军宣布要踮台湾海峡四边举办军事演习，美国又随派侦察机来到奥克纳瓦基地。国内头一桩假送培根的案件发生，就是嫌疑犯假卷印好，先反复人提出去试买，才来出破。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早起6点半，李登辉前总统移灵的车队按台北迎总起行，先对济南教会去举办追思礼拜。教会这边也照欧美国家国葬上界悬的规格，但21响的钟声表示致意。11点，车队阁往总统府去设最后一任，当作是上尾的巡礼。中昼火化了，伊的黄金也由家属先请回去。总统蔡英文嘛伫 Facebook 贴文章表示讲感谢李前总统，民主台湾，阮会继续看顾。上百名穿白袍的医护人员伫车道边啊列队致意。前总统李登辉7月30过身了后，遗体先放伫台北荣总的回温堂，10时进行火化。移灵车队早起6点半出发去台北市济南教会进行追思礼拜。我要感谢李前总统以及他的家属对于台北荣总的信任，相信李前总统现在已化为千缕微风，自由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但也眷顾着我们，眷顾着台湾。在警车引导之下，移灵车队早起将近7点到济南教会，因为礼拜今日限家属甲亲戚好朋友参加，管制真严格，无对外开放。李登辉查某孙李坤熙甲叶先生拢穿乌衫到会，10点进行追思礼拜。济南教会比较欧美国家最高国葬规格，靠11响的钟声向李登辉致敬。带领也号召30多位民众以及李登辉学校的学生，在李登辉母子道红仔伫门口口对思，希望李登辉能化作前锋，继续守护台湾。武士道精神就是不怕难、忍耐，为了目标我们持续前进。那总统过去也是这样子在指导我们，那希望说，虽然他的身体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的精神会跟我们常在。结束追思礼拜11点，移灵车队也为济南教会出发，是总统府一人做最后巡礼。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副秘书长李俊杰、管会秘书长郭立雄，甲总统府人员拢伫门口列队致意，送李登辉最后一程。李登辉中昼伫治滨做火化，家属各将骨灰暂时放转去翠山庄，等待最后的安葬时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设伫台北宾馆李登辉前总统追思的会场，煞也无通平静。现场发生民众手提红擦对李前总统的遗像泼落去，犯案的人士也即时被警方抓起来。总统府这边也发表声明，谴责这款无理性的手段。目前所在犯案的正正就是和去年起卡动手，现当时文化部陈丽君部长的是同一个人。过来，咱嘛甲观众朋友来报告，昨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发言人嘛宣布讲，要踮台湾海峡四边出动陆海空的兵马，举办军事演习。美国这边啊，随派一只侦察机往奥克纳瓦军事基地去。专家分析讲，这就是美国唔愿放中国伫亚太战区欢行得当。台海阁出现紧张情势，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13伫官方网站宣布，要伫台湾海峡甲南北两边举行军事演习，佮强调是实战模拟演习，要出动海陆空火箭军这部队的兵力。还面临整个台海有所谓外军介入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实战化的训练也是中国军改2016年以来一个最重要目标。中军这几年来主要对台湾演习记录1995、96两年2摆的台海危机，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公布，2002年甲2004年2摆军演，由亲共的香港媒体发布。这摆是台海危机以来，中军罕见直接公布对台演习的讯息，学者认为是中军透过官方管道，将对美国最近的行为提出警告。面对中军威胁，
根据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监督计划白台发布，美军13为本土派出一只 RC-135侦察机飞去亚洲，搁进驻Okinawa加设立空军基地，也出动 P8海神反潜巡逻机伫台湾海峡巡逻，则是有一只 EP-31电侦机出现伫台湾北部。这个问题是影响到整个亚太区域，所以不能让中国独断独为。面对中共庞大的军费，台湾必须要发展聪明的、正确的、不对称的一个发展策略。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12是伫甲美国华府智库视讯活动当中透露，台湾才甲美国咧参详采购包括暗防巡航飞弹系统、甲低飞行水雷，防范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国防部也证实，要推动采购以陆基鱼车飞弹为主体系统。若是专案顺利通过，有希望伫2023年复写。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高雄市长补选特别转票，因民进党和国民党拢有暗会，政治头人的汇集来高雄助港。近来选区内底有线电视一支攻击陈其迈的广告已经停播。李美珍这边的发言人就表示讲，这是中央的主管机关手骨成立的地方要控制。不过陈其迈这头也讲，无露名负责的广告本底就是乌函，违反选罢法。高雄市长补选投票前的最后一天，3个阵营候选人一透早继续扫街拜票。民众党吴怡珍暗时无拍算办暗会，要直接用车队拍去基站，争取地方的支持。透早，伊的查某囝嘛出面陪伊扫街，拍出亲情牌。2号加油，吴怡珍加油！对我们的小孩，对我们年轻人都是一样。他如果要往外打拼，我们给他协助。高雄更好，我们要打造更好。你想回来，你再回来，这是我们希望。我们高雄打造一个吸引很多年轻人愿意回来的，但不是用情绪勒索叫他们回来。国民党李眉珍透早是由连胜文陪同拜票，暗时的选情时也除了有党主席甲地方的首长来徛台，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嘛宣布会出现伫暗会顶悬，希望催出基本盘。是韩市长那边先公布在脸书上，然后通知我们靳总，那我们靳总就发布这样。支持者来帮我们鼓励加油，我们全部都欢迎，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多益善。民进党陈其迈透早车队扫街，由副秘书长林非凡陪同，暗时对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到高雄全部的立委全党出动，做伙替陈其迈加油。对韩国瑜要帮李眉珍徛台，陈其迈口说讲，伊个叫是今仔日是6月5号。从大的环境到整个我们高雄的一个地方的一个选举，我们当然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希望说我们高雄或者说我们台湾能够展现这种民主的一个这个态度。投票前的最后一天，哪里两党继续交火。李眉珍的发言人郑兆新讲 ，NCC 大手存入去地方，要求落架质疑陈其迈的广告。不过陈其迈团队嘛回应，广告无上名就是乌函，已经违反选罢法，爱拿赢，唔通再看到乌影就开枪。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陈显坤高雄报道。总是3个市长候选人拢讲要替高雄拼经济。你像当咧规划当中的桥仔头科学区土地内底，当就有一片已经经营10档公办的中价有机农场。这个农民嘛讲，园区若要建设上好农场，就要保留。3位候选人的见解又是啥款？咱等下做伙来看公视台语台决战高雄的特别报道。是我接好的肉桂，这个已经好几年了。那边是开始来的第2年种，已经都将近10年。詹老师甲阮介绍伊的农场，遮有台湾罕见的枸杞，亲像芭乐遮尔大的柠檬，济特别的食物，拢是伊拍拼10档的成果。想袂到遮的地可能会变成科学园区。台湾的第一个正式伊公办的迄个有机园区嘛，阮当初来就是满腹的希望。有机园区真无简单，你拄迄个开始咧出价尔，你着惊着要啥物科学园区要入来，当然我是真惊遐啦。
这个中嘉有机农场是10当前30位农友受到农委会鼓励，政府协调，甲台糖租地做伙入来拍拼成果，环境真水，即马可能爱收回土地，农民真有准，进前慢慢去中央订情，希望农地甲园区共存。友善的农业会当透过中嘉这个事件，互规台湾的人吼，拢会注意到讲，会去想吼，去思考讲，有机友善这对台湾的重要性，啊，咱工业开发敢有迄个需要。原来桥仔头科学园区的计划有262公顷，园区上边啊拄啊好是31公顷的有机农场。听到要发展的消息，地方多数表达欢迎。开落了吼，伊会当带动11000个工作机会。以后，阮的后一代，或者是少年一代，因要食头路，就免去走到台北，免走到台中，免走到台南。桥仔头科学园区的计划伫去年通过，按算要引进软体服务甲半导体产业。民进党的陈其迈即摆参选市长，画出脚步爱较紧。伊嘛参访日月光，希望业者会当增加投资。要求讲，阮行政院秘书长吼，甲咱农委会主委，就爱甲咱的无共的团体来协调吼，看都找出一个共存吼，大家共同存在，啊是讲双赢的策略。我希望会当保留，因为我感觉因为着想要饲这块地，知影就也要做标准的有机农场，其实饲地爱饲一段足大的时间，啊，安尼着。失去掉啊，实在介可惜。你搁咧拼电子业，高雄是不是？你会使，这不是咱的主力，会使一部分不是咱的主力。啊，第二，你也要去工厂，你要甲这个环境爱共存哦。3个候选人都赞成有机农场甲园区会当共存，整个计划还未定案。这摆补选嘛，互大家有机会思考经济甲环保敢有双赢的做法。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前线上最新的消息，咱来讲头一站投影假3倍光的案件发生，就是一个69岁姓苏的某人，过去就捌入投影银票的前科，但即摆伊印好，佫先还夫人提出去试买，接到假光的业者也即时报案，但检察官也指挥警方做一摆，甲5个嫌疑犯碰起来，加在代志有出破，票面250万的假光，才无用落去市面。桌顶摆满一张被查扣500块假定型300罐，新品超过1000张，半新品嘛将近800张，市值超过250万。因为近期云林好有采购行业者收到疑似伪造的300罐卖刮乐，通报警方经云林地检肃侦班，13号分别在中华和云林关破获伪造干场。由于它有第一代的3倍券。第2代的3倍券，目前这个范闲已经在着手在购买变色油墨，准备制造第3批的3倍券。我们在他制造以前，全数查缉到案。警方表示，这名苏姓的主嫌有这项伪造个别和有效证券前科。警方第7月份接到民众报案，组成专案小组来抓人，马上抓到摕到伪造定型罐来消费买物件的张姓男子，国往店面来追查来源，才抓到苏姓的主嫌。组成伪造集团来印假定型罐，振兴3倍券啊，是政府核发的有价证券啊，它所涉犯的啊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伪造有价证券罪嫌啊。云林地检署表示，这嘛是国内头一件伪造定型300罐案件，苏姓的主嫌因仿佛犯案被羁押，至于警方嘛提起，嫌犯为着要测试，佫一步一步来改造。那民众摕到300罐时，会当为倒边250数字来翻转，看是毋有辨识分辨真啊假。目前这批假300罐经了解，还未了入市面，民众毋免过度恐慌。记者为您报道。咱搁来讲，早起6点外，一只载货柜的连接车驶经过1号高速公路台中南屯这站的时，煞熊熊导火。虽然司机有随卡119，总是车顶一卡货柜内面医护人员的隔离衫底有2万领，实在是抢救袂赴，拢烧甲散喷喷。镜头内底，咱看到讲货柜啊小可咧呛烟，消防人员啊继续储水拍火。啊，这只连接车所在拢是去予国家调度有着的自阳公司生产出来的隔离衫。自阳这边面当时表示讲，火烧的损失会有保险公司负担。啊，隔离衫1月入，目前会当生产上100万领，这站以外量必是无啥大影响才是。啊，警方当嘛当咧查明导火的原因咯。
咱过来讲，顶日了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会同警方，伫2000公尺悬山内斗底的寮仔内，撞到一阵头草扁白含上乌仔茶的山鸟鼠，搁掠出载赃，现场扣落价值300几万的茶库。上届刑役就是寮仔边，搁有一只台湾乌熊骨骸暴露，凶手有原来是这阵嫌疑犯。全小组进入到山区埋伏，在海拔2000公尺的港寮，当场查到9名嫌犯，现场搁藏有扣因扯落来扁白过木贵重木材，重量500多公斤，市场价值差不多300多万。在现场盗伐的有9个人，那收赃的有2个，那我们也发现到他们是看到这种的木头是很高单价，所以他要走很远的地方去继续裁切，然后再把它背下来。我们的这些热区的地点，其实大概都有针对它的一个热点的一个强度，那有排定相关的一个查气的一个作业的工作。哦，真的是黑熊啊！哇，哇，好大！全小组前往所在的时阵，佮发现港寮边有动物的遗骸，经过鉴定了，确定是台湾乌熊。嫌犯坦白，当时因为藏喺港寮内底的食物定无去，再在附近设下陷阱，想袂到掠到台湾乌熊，唔知要安怎甲乌熊放线，再甲抬掉。全小组是怀疑乌熊是不是捡这个人砸入去腹肚内底。他一开始也没想到这是熊，可是他也不可能野放的，后来就用猎枪把它射杀，他就弃置在现场。但是后来我们再去现场找的时候，就找到这些骨骸。全因涉及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相当会使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违反斩草、珍贵林木、破坏山林环境，涉及违反森林法规定，相当会使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更加有可能会加重刑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高雄这边面，海巡署的红山查缉队接到线索，通报马祖海巡队8月12日迄日就要出动去围一只无徛船名的中国船。原来就是船顶有载1334箱，将近7万条的走私粉。这也是马祖海巡队近来第2摆建功。6月底时，因就要去掠到6万条私粉了。马祖海巡人员距离这只无名的大陆船，在优势警力之下，船员拢乖乖啊配合调查。现在查扣一艘走私船，目前在确认可疑物品，可疑物品经确认为中华香烟。6月底查到1200箱6万条的走私粉。马祖海巡12日伫咧东港的林药师海峡，搁查到一只走私粉的大陆船，这边数量更加多。查到将近7万条的走私粉。近期点船上有1334箱的未遂香烟，是马祖有史以来查获最大的香烟走私案件。会当查到这只走私粉船是环海巡共同合作的成果。马祖海巡接到红山查缉队的情报资料，最近查到这个案件。本案发生在12日，马祖海巡队接获凤山查缉队的请知，近日将在东引海域有不明船舶接运私烟。基由军方区指挥，并以雷达监控。最后在晚间，由本队的2栋36艇及 CP 艇，在莒光的禁限制水域里面查获一艘无籍的大陆渔船。除了走私粉，船顶并无发现猪肉甲牛肉相关制品，4位船员拢被带登去服务渔港。船内依照《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甲《分酒管理法》扩大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消息，11月美国就要举办总统大选。目前的民调有缘看出讲，川普总统的支持度了有较输对手，但伊也积极伫咧外交方面发挥。昨伊若宣布讲，经过美国的协调，中东地区的和平会有重大进展。佮也对媒体表示，中国若继续打压落去，香港世界性的金融地位就难得挽救了。港办国安法和美中关系陷入风暴。川普13接受福斯电视新闻网专访时，无客气指出，在中国受安控制之下，香港全球金融地位必须无期，而且永远无可能成功。美国国务院也伫同时间宣布，认定孔子学院是外交大使团，代表孔子学院爱接受大使馆甲领事馆的同款的行政管理，也爱交情源、租厝甲帮散者资料。川普搁伫推特宣布，中东和平有重大进展。以色列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达成历史性协议，被中国国务认为川普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It wouldn't surprise me if the president's eventually nominated for a Nobel Prize for today's work is an example of why he would be rightly considered and should be a front runner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伫美國協調下，伊向是世事為以色列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舉行3方電話會議，佮發表共同聲明。兩國同意外交關係全面正常化，這也是自約旦甲埃及了後，第三個以色列有正常嘅外交關係阿拉伯國家。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been in discussions now for over a year and a half. The suspension will last. It's going to take a while for these agreements to get fully enforced and to go. And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伫電視演講指出，以色列甲阿拉伯世界會走向新時代。不過，納坦雅胡講到，自同意然後兼併西方機會，絕對唔是放棄主張領土嘅權利，這為這項協議增加變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認為被反對甲倡導，也對協議表達強烈不滿，佮要求阿拉伯聯盟開緊急會議。記者綜合報道。 再來看中南美洲這邊，墨西哥武漢肺炎診斷確定的病例已經超過50萬宗。普魯這國患者的人數也和墨西哥真接近，尤其因致病死亡率，佫是中南美洲上界懸的一國。另外，亞洲的印度這邊8月13日來就增加67000幾個患者，就連印度的總理染病風險當然真懸。 印度總理莫迪掛喙罨，甲宗教領袖，還佫有82歲無掛喙罨的印度牧師達斯，做伙參加阿尤德亞神廟安基的儀式。即馬說傳出達斯牧師確診新冠病毒，嘛是除了內閣部長，上新確診的公眾人物。कुछ हल्की ब्रेथलेस टाइप की समस्या थी सांस में, तो ऑक्सीजन लेवल भी महाराज जी का इस समय सैचुरेटेड है, कोई ऐसी गंभीर बात नहीं है। और कोरोना भी टेस्ट कराया गया एंटीजन का, तो उसमें कुछ पॉजिटिविटी की बात है। 印度疫情是真嚴重，大港確診的患者攏超過5萬人，13確診的人數要67000人，創下高日的新高。累計確診患者超過240萬人，是全球確診的人數第3高的國家。疫情真嚴重的，還佫有拉丁美洲、墨西哥13累計確診的人數超過50萬人，死亡人數超過55000人，加做全球因為疫情死亡的人數第3高的國家。因為有超過7萬的醫護人員去挖到，嘛互因的防疫陷入困境。 另外，秘魯的確診患者嘛要50萬人，死亡人數雖然是21000人，無比墨西哥較嚴重。不過以人口的密度來看，拉丁美洲算是死亡率上懸的，平均10萬人都有65個人死亡。這嘛，互秘魯總統維茲卡拉宣布新的禁令，嘛禁止家庭聚會。Vamos a partir de este domingo a retornar a la inmovilización obligatoria los días domingos. Queremos y pensamos que es preferible retroceder un paso. 為16開始，秘魯敢若有病院的工作人員等等，甲有特別通行證的人，才會當離開厝裡。嘛因為拉丁美洲的疫情真嚴重，和墨西哥甲阿根廷兩國達成協議，會替拉丁美洲生產英國製藥公司阿斯利康的新冠病毒疫苗。這個由牛津大學科學家研發的疫苗，在經過試驗了後，按照2021年頂半年，就會當生產4億劑，提供給規個拉丁美洲來使用。記者綜合報道。 8月13日，西班牙一日來新增加將近3000宗染到武漢肺炎的患者。當然，國內公共衛生的專家也研究出，食薰的人冒出熏煙，可能也會迅速將病毒傳出來。這當陣，西班牙2大自治區也已經發布民眾佇咧公共場所，若未當保持社交距離者，就一概禁止食薰的命令了。 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亞自治區雖然是目前全國感染率上低地區，不過在咧無法度保證會當確實地維持社交距離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發布禁令，公共區域全面禁止食薰，13開始實施，也是西班牙境內第一個防疫禁薰的地區。Se está en una rúa, se está circulando entre gente sin poder guardar a distancia de seguridad. O lógico es no poder fumar. Ya que la gente ya ponga la mascarilla para decirle que no puede fumar ahora en las terrazas. Va a ser complicado. 就在咧加利西亞宣布這項禁令了，南部的另外一個自治區加納的群島也得做。這個自治區是正熱門的觀光地點，因為禁令同款，在咧無法度保持2公尺社交距離的情形下，不准食薰。 另外一個規定，在公共場所愛掛喙罨。Me parece genial que se tomen nuevas medidas, ya que
estamos con muchos rebrotes y si no vamos a tener que confinarnos de nuevo si no se toman medidas. 西班牙卫生官员正就把建议禁粉放弃，因为根据研究发现，食粉的人所喷出来二手粉会甲病毒最终喷出来。另外，用手提粉的过程也可能甲病毒吸入到喙甲鼻仔。西班牙进前因为疫情正严重，封锁超过3个月。 那个有加反复，并且一天确诊无到150例情形。那个2月解封，而这么疫情又搁变严重，是西欧地区感染率上严重的国家。13一天就新增加确诊比例2935例，比前一天1690例增加真多，也是4月以来一天增加确诊数上悬的纪录。另外，上严重的地区马德里，第13通报。 伫咧过去48点钟久内，新增加的确诊比例有842例。记者综合报道。倒当个关心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本地下礼拜立法院就要开第2摆临时会，讨论第3批纾困特别预算。不过因为在调在野意见未合，打临时会可能也开袂成。经济部王美花部长也讲，目前制造业和展览业的厂商实在拢咧等待这条补助，代志若真是无法度按算，后手要怎样处理？经济部就要含行政院搁研究详细。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国内产业，政府提出政策救经济。立法院原定下礼拜要开2次临时会，处理纾困3.0特别预算案。不过，即马传出立法院2次临时会无要开，恐惊后纾困3.0追加预算案卡掉咧，到下一个会期。Q3 的部分，制造业大概是100-200亿。 那会展产业大概是20-30亿等等。立院临时会如果不开，我想我们可能还是要尽快去报行政院同意来争取院里面的支持，是不是还是先来受理啦？ 经济部为今年3月开始，就针对受影响的产业甲事业提供相关纾困甲振兴措施。4月底，佮推出纾困2.0，列出380亿预算，在疫情上严重时间发挥功能。 规月4月到6月，薪水甲营运资金补贴，和大型餐饮甲机械化工等，去年开始就已经较歹产业度过危机，减少无薪假。原本按算伫7月底截止申请，不过因为预算用了提早伫7月15停止。即马纾困3.0方案，经济部摕到1376亿的追加预算，是所有部会上济。 即马规划7月到9月员工薪水甲营运资金补贴编列378亿，补助对象以制造业甲相关的技术服务业、回电产业、进出口贸易服务业为主。如今煞等无立法院2次临时会召开。整个工具机的产业在去年来说营运上就不是很好，在经过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是雪上加霜，蛮多。 机械业者其实也有是在放无薪假。王美花承认，当前制造业甲回电厂商拢在等这补助，假使预算无通过，经济部也无法度受惊有心。后续处理方式，还佮甲行政院讨论，互产业赶紧摕到纾困的补贴。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立法院第2摆临时会开袂成，补助无下落，早起有的观光业者就当交通部林佳龙部长的面表示讲，恐惊冬天到旅馆业又搁是艰难的小月。林部长当后因讲，装列急用的项目，交通部会先设法调度。交通部长林佳龙去台中甲旅游业者面对面，伊详细咧看每一个单位。台中中华南道的观光业者嘛把握时机推销，疫情转好了后。 国民旅游有较复苏，嘛互观光业暂时免遐尔紧张。毋过有业者烦恼讲，天候歇热过了后，又搁要面临另外一波的考验。目前疫情来讲的话，在冬天也有可能会再反扑，那这个计划必须要提早执行，那让我们各产业可以提早一个做因应。暑假过后，我相信会这个旅游应该人数会下降是没有错的。不少业者认为讲，国民旅游复苏虽然暂时消透观光的困境。 不过，国内市场要是真好，甲观光产业规个建起来，原本期待纾困3.0，会当替观光增加一寡生理。原本定伫后礼拜召开的立法院第2届临时会，却因为调野无共识，得咧冻点。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甲台中中华南道的观光业者座谈交流的时阵表示，较赶紧的会大声处理。我们现在就是朝以缓济急就我们交通部可以盘点的可用的预算。先救急，原先纾困2.0是4、5、6、3个月，
那能够回溯从7、8、9，好就来进行纾困的补助。这种都会型，它还是相对的比较辛苦一点。那如果在暑假都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很担心在第4季的情况其实更加的一个严峻。林佳龙除了搁一概发声，希望会当赶紧通过这项特别预算，尤其是以国际观光客客源为主的相关业者，影响是搁较大。观光业者希望讲会当赶紧摕到补助，让产业会当串联起来，创造搁较大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交通部讲完，咱来讲教育部。教育部目前敢若开放现即届爱出业的中国学生返来台湾读册。到当下已经有126个这款学生入境，多数拢带伫咧专门的旅社隔开检疫观察健康。咱公共电视嘛独家访问到一个已经到地的中国学生，伊讲会当搁打卡教美术堂唱民盲，尤其老师、同学、众人的关心，也互伊体会到台湾依然是真温暖。超过半年的等待，总算伫7月22解禁。应届毕业的中国学生小梅，8月11来到台湾了后，带入去学校所安排防疫旅馆，回想这个过程，好亲像伫咧民盲。等这一刻等太久了，然后他真的到了的时候，觉得不真实，像做梦一样，就很怕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吧。小梅表示，特别是8月初5政策形象改变了后，就算爱另外补专档的实习，然后1年毕业，会当回来台湾也算是真好运。而且这半冬以来，中国学生好亲像互人点名做记号，也有人烦恼讲敢会受人欺负。因为我回来之后碰到所有的人都特别的友善，然后也没有因为我是大陆来的学生就对我有歧视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感觉到这边真实的氛围还是很好。入境台湾了后，所受到的是满满的关心。小梅也甲同学招好，隔离结束了后，要做伙去吃火锅。小梅表示，台湾人真亲切，比网络顶头更较真，袂后悔来台湾读册。当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跳到更大的脉络之下，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什么样的群体，他都会遭遇一些看上去不那么公正的对待吧。教育部表示，目前已经有126位应届毕业的中国学生入境。不过，陆生反台推动组表示，中国学生真侪拢是台大甲清大的，为着要集中检疫，拢安排伫8月20以后，上紧也爱到9月初才会当回到学校。陆委会表示，希望所有外籍生，包括中国学生，拢会当赴学校开学。不过，陆生反台推动组认为，这无可能实现。记者综合报道。有的中国学生要来台湾，不过有的伫中国做头路，本身佫带高血压、糖尿病的大伤，本地拢是固定返来台湾摕药啊。不过近来也无通遮尔接往回两换，等到厦门大伤协会会长出面争取讲，望主管机关会当放因一摆加摕我慢性病药啊。不过卫生福利部这边是讲，患者应当是在因遐另外找先生看，才袂去误到病情。武汉肺炎的疫情造成两岸的防疫政策变严格，真侪伫中国食头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慢性病大伤，原本会当定期飞转来台湾看医生摕药啊，却因为疫情的关系，航班减少，加上爱隔24天，只好较少转来，但是煞面临身躯顶的药啊无够用的状况。不止我们厦门，其实周边的省份，包括泉州、漳州、福州这些很多的台胞来讲，都面临这个慢性病的药物的短缺。我回来隔离，还没有上班，还没有到工作场所的时候，这个药就没有了。因为中国海关对药的检验真严格，要对台湾寄药去中国实在无简单，而且要请亲友去病院代领，有一寡药品嘛无适合用寄的。厦门大商会长吴家颖希望讲，伫咧疫情的特殊时期，卫福部会当放零限制，互慢性病患者一边摕较侪药啊，减少无药通用的风险。对这件代志，卫福部是建议，若是长期无转来台湾的计划，会当先伫当地找适合的医师。如果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建议，如果长期他根本没有办法回台湾，应该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医师，然后去控制他的这个慢性病为宜啦哈。那长期透过亲友带领药，因为真的也太久了哈，就是6、7个月，我们也觉得这样安全性上面可能还是有点疑虑这样。卫福部强调讲，敢会当代替亲友领药啊，要尊重临床医师的判断。
也若是两岸对药品管制进口的法规无相同，大商下用的药品敢有适合转换，嘛是爱考虑的一点。也若是用长期看起来，敢会当期待武汉肺炎的疫情赶紧过去，互大家生活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时代力量立法委员表示讲，因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过去的规定，对受害者的协助是真有限。但因若提案要甲这部法律改名，叫做《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法》，内容嘛要求增加行政院都要成立专门负责的保护组织。王婉如立委就强调讲，保护受害者，国家的责任爱加带较重咧。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实施到达22年，不过内容限制伫咧补偿金的审核甲发放，无法度互被害人甲家属温暖的协助。针对这点，时代力量党团14召开记者会，提案修正改名做《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立委王婉如是小灯泡的妈妈，嘛是犯罪被害人的家属，强调政府保护犯罪被害人，无应该是温书，是国家的责任。能够同理到犯罪被害人以及家属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的冲击，因为过去在这个恩赐的部分就会觉得说，我如果多给你一些什么，好像是给你一种恩惠，所以在审议的过程中，其实很不自主的就会再次的伤害了这些被害人的以及被害人家属。专业的人没有，当没有的时候，我们不管制度如何设计，它都不会能够有一个很到位的一个协助。这个提案修法。包括明定行政院爱定期召开下部会协调会议，整合各部会资源，提供全面的协助。咱若目前法令协助的对象，敢若限制伫死亡、重伤、甲性侵犯犯罪被害人。修法了后，会扩大保护到配偶、三等亲的家属，还佫有经过注记的同性伴侣等等，提供个别的协助。另外，警察、司法人员、甲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嘛爱主动甲被害人说明法律协助的资源。咱若法扶基金会、甲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应该爱建立双方沟通的机制，方便民众来探问。更痛苦的是，他们要面临一个司法程序，因为司法对他们来说很陌生，他们是非常恐慌的，然后也非常彷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专业的东西在做什么，那常常法院都讲着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目前全台湾敢若有65个专职人员负责协助犯罪被害人，卡手明显是无够，所以草案增订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基金会，爱成立专职专业的环保组织。同一个时间，法务部嘛爱设置环保基金，互组织会当发展了较完整。另外，修法嘛会甲国家代位求偿移除，改做是国家直接甲被害人补偿，采取定额给付，避免被害人搁第二届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8月14也是国际慰安妇的纪念日。日本时代被迫卖身的慰安妇，但还阁勇行的只剩2个。今年妇女救援基金会就点伫11月要结束经营的慰安妇博物馆举办记者会，主张讲课本顶头慰安妇的名词，就要配合国际的讲法，换称号做军事上的性奴隶才对。伫要21月10号开门的慰安妇博物馆阿嬷的厝，14号举行最后一场814国际慰安妇纪念日的活动。妇委会今年无像往年，招民众前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头前抗议，是编出各种高中的教科书，诉求要甲课本顶头的慰安妇这个词正名变成军事性奴隶，甲国际接起来。现在很多国中的孩子会认为说，慰安妇那是不是一个自愿性的？那是不是一个从事性交易之类？可是大家知道，所有慰安妇其实它就是一个战争下一些性奴隶。国内有59位慰安妇，即马剩剩2个在世。妇委会表示，2个阿嬷状况依然袂歹，但无希望外界来调查。妇委会嘛，搁一届呼吁日本政府应该为迫害女性变成慰安妇来道歉。希望日本政府对于在他治理台湾时期的人民所做出的制度性的暴力迫害，做出认错以及道歉。除了正名甲道歉，妇委会今年嘛邀请 YouTuber 来翕影片，呼吁各界响应一人一批叫醒历史正义的行动。虽然实体纪念馆都要关门啊，妇委会表示会另外找所在，继续推动妇女培育甲性平教育等等的活动。记者林俊文、陈新良台北报道。关心医疗的新消息，过去咱讲台湾是西药剂的王国，
有超过8成急性腰子病患者的恶化变作慢性。当台大病院研究的发觉，指出讲急性腰子损伤的病人，若是有下气价激化药物，就会当阻止演变作慢性，降低洗腰子的几率。这也是全世界上界新的发现。台湾洗腰子人口是全球第一。根据健保署上新的统计，去年108年，敢若是慢性腰子病含洗腰子人口就有300万人。今年用健保费是533亿。台大病院上新研究发现，照地病人急性腰子损伤时阵，用治疗肿瘤的气价激化药物，等阻止后续慢性腰子病发生，降低洗腰子的机会。所谓的去甲基化，就是让这个细胞里面的基因不要被甲基化。好，就是说，如果在急性肾损伤之后，我们就用这个药物投予，那可以阻止它去甲基化的情形。那样这样的细胞呢，就不会变成一个不会形成一种细胞记忆，就不会造成后面的纤维化的情形。台大研究团队表示，急性腰子损伤原因有流毒症、长期食止痛药混袂等，造成腰子细胞受损。血管周细胞会大量增生活化，就算腰子功能恢复，差不多有2成血管周细胞依然会存伫腰子当中，继续增生纤维化，丧失稳定的血管功能，甚至破坏包含 YBX2 在内4个转录基因。不过鸟喙实验证实，若使用气价激化药物治疗10天了后，就能阻止基因突变，能预防慢性腰子病发生。这种细胞记忆其实对身体、对肾脏是比较不好的，所以一旦去用去甲基的药物抹除这些细胞记忆之后，这样的肾脏就比较不会变成慢性肾脏病。研究团队强调，临床研究发现有8成急性腰子损伤的病人，10年内会恶化加做慢性腰子病，而且目前除了支持疗法，并无有效的治疗方式。不过，这项全球的新发现，未来应提供医界治疗参考，应减少慢性腰子病医疗支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各地头的新消息来讲，7月底，基隆轻便电车综合规划其中的报告发表，在交通部铁道局的计划内底，8日基隆市轻便电车若建设好，可能火车就无要搁走。过去一直支持爱去轻便电车的立委蔡适应也讲，火车若就安尼无对基隆来地方，实在是无法度接受啦。基隆轻轨综合规划案传出，互地方反弹发生变化。基隆市政府交通处早起发声明，强调轻轨这份规划案也未定案。基隆市也未甲台北市新北市市长谈过方案。基隆出事的立委蔡适应讲，顶礼拜有甲铁道局开会，若是无考虑民生实质线甲北宜高铁等变动因素，维持进前的规划。地方当然无法度接受代替无入去基隆。如果现阶段还是维持一个南港展览馆发的车子，然后没有它的起始点没有在南港车站，是南港展览馆发车，然后也没有跟汐止民生线整合，然后维持一个轻轨的系统，然后直接取代掉我们的到基隆车站的台铁系统的话，那当然会引起许多居民的疑虑。那这样的一套这样的，如果它的定案的版本是这样的话，那对我一个基隆选区的立委来讲，他期待的效益就很低。对有人讲，这是正罕见的民进党立委反对家己人的政策。蔡适应强调，伊并无反对一个也未定案的政策，只是提出建议，也相信铁道局会接受地方的意见。但是是顾问公司提出来，但是局里面还在做一些审查跟意见的整合跟沟通，会跟社会大众进行沟通，也有进行法定的这些公听或者是必要的沟通程序。基隆市议会早起开临时会，议员也甲基隆南港之间通轨轨道建设计划列入报告事项。另外，基隆这边改用轻轨为主要铁道工具，会增加通运组专车的次数，浪费时间加通运费，要求市府提出报告甲营运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人，台北大汉的郑小武同学，自国中就开始对养殖业真有兴趣。伊也专工迁户口去金门读高级的养殖科。郑同学讲，每日早起7点，拢都要去饲鱼啊。虽然实习真辛苦，不过真充实。今年高级出业了，伊也顺利录取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了。规伫活跳跳的屠杀，拢是郑小武和同学的心血，因为伊对饲鱼仔真有兴趣。
3年前，全决定对台北走来金门读册，培养家己的勇士技术和能力。上实习课的时候呢，会觉得很累、很辛苦、很热。可是当我们把鱼养大，那种成就感是其他人感受不到的。我是有自己一个人把整池鱼，不止1池啊，很多池都养死光过。就是从错误中获得经验嘛。要有失败才有成功。郑小武和同学因为有老师专业的养殖指导，对头开始学要安怎把鱼仔仔豆豆饲好大尾。那这些鱼都是我们同学的话自己繁殖出来，我们把它养大。也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从繁殖然后到育成，然后到最后养成这个一个系列，大概需要的时间通常大概可能5、6个月以上。养殖科主任董润如表示。这阵学生也甲饲大尾的屠杀，用上优惠的价销卖给乡亲。我看到 FB 啦，我先走来买看看。养殖业有真侪眉眉角角，若要饲甲通赚大钱，也着下苦心经营。郑小武用伊的热情认真打拼，即阵也顺利录取高雄应用科技大学，证明饲鱼仔也通出头天。记者综合报道。有志气，阁有爱心。来看一阵有心投入公益的青年人，做伙替桃园平镇一间育幼院重新装潢装潢，甲本地外观已经有较旧的场所改造甲新点点，嘛，或者幼囡仔加体会到一份社会上的温暖。甲进前看落旧啊，阁暗索索的地下室，即马改造阁光，阁有设计过的感觉，会当伫遐学拍鼓，还阁会当伫遐佚佗。这是育幼院的囡仔上喜欢的活动空间。一阵无血缘关系的少年人大做伙，经过半年筹备的时间完成的为你加加油公益计划，因想要替无依无靠的囡仔，互因有一个温暖的家的感觉。我们是住在半的一群年轻人，然后因为我们自己住在一个这样的 share house， 然后我们想把这种家的感受能够带到这个育幼院里面，所以我们就几个年轻人就是一起企划这样的活动。桃园平镇私立乐活育幼院，目前收容17个失去家庭的囡仔。多功能厅的楼梯下骹、涂骹还有拄仔，拢是以轻做概念。院长吴妈希望育幼院的囡仔会记得甲伊的约定，离开过去，找到心中的彩虹，看到美丽的景象，就会提醒家己爱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我跟孩子讲，以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选择我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什么样的父母，但是至少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怎么过生活，怎么改变自己。壁顶是育幼院的囡仔画出因对一个家的愿望。这个计划嘛，希望予囡仔会当有为厝出发的力量，袂因为伊原本的环境来感觉自卑。希望因未来拢有帮助别人善良的心，会当予家己甲别人拢成做更较好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嘛有一个专门替人修理厝、款厝内公益团体，去到屏东三地门的赛家村，替一个困苦的家庭修理厝顶隔房间，佮烧送家具，望因会当佮有一间勉强会当看头的所在，通好徛。众人被去厝尾顶，甲顶管破空的所在补起来。另外一边的志工是甲厝内底便所搬出来外口，重新整理这间厝。更新了他们漏水已久的屋顶，还有呢，就是让他们拆除了他们困扰很久的浴室。那经过我们预计用1天的时间，能够帮他们这个全家更新，让每一个人都有睡的地方，都有良好的生活空间。住伫咧屏东县沙田门乡赛家村的蒋先生，一口罩加强8个人，就徛伫咧15平大的所在。蒋先生原本是一家之主，靠做山工饲规口罩，不过前一阵仔因为着口腔癌，无法度做事，无钱整理厝。毋那当年替弱势家庭修理厝的民间团体，派60外个志工斗3工。就连关钱的善心人士也斗出来斗整理。我每年都很感动，因为可以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呢，恢复基本的居住尊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我在这边也要代表我们的受帮助的家户，他们要特别奖来感谢衡山行善团跟基金会的大爱哈。修善行善团拍算重新盖房间，让蒋先生的4大人牵手含囡仔，会当有家己的眠床含册桌啊，好好休困读册，伫这个会当夜风杂好的家重新徛起。记者综合报道。来开讲世界的新时代，人称空中女王的波音747飞机，世界真出名。目前这款机队上届大阵的航空公司就是英国航空。不过因宣布讲，今年内就要全面淘汰波音747。出品这款空中女王的美国波音公司决定从此要停止生产。
全球第一只波音747伫1970年1月加入当时的环美航空，是全球第一个双层客舱双走道的公体客机，也是第一种被叫做巨无霸的民航机，因为载客量超过400人，和坐飞行机旅游更较普遍。伊上大对手欧洲空中巴士集团10几年前为抗衡波音747推出体型更较大、载客量更较侪 A380，正做热门话题。不过产业环境已经慢慢改变，波音公司推出载客量较少、营运成本较低、同款营飞长程航线的777加787系列，也将重心锁往更顶级的 A350身上，注定巨无霸客机爱行入舞台命运。波音公司虽然低调到连对内部的员工拢无告知，不过彭博社这个财经媒体也是为上新的财务报告研看出，彭博社报道指出，为2016年开始，波音每做一只747就会了4000万美金。投资42亿美金开发的上新款，市场反应并无好。最后一只差不多2年后出厂，也就是讲，这曾经称霸航空市场的陆航，就要退出生产线。目前全球有上侪波音747的英国航空，原本按算2014年才要完成换新的，一场向来武汉肺炎疫情，和航空业载客量落个上低，按算上紧，伫2023年才有办法复原，也和英航决定提前伫今年底进前，将31只波音747全部由其他机型取代。外电引用业者的讲法指出，波音747虽然是物新负当真，不过伊是顶一世代的产物，新科技和新的机型更较省成本，加上未来几年载客量依然也是真低状态，提前淘汰燃料消耗偏高的波音747，英航不是第一间，也未是最后一间。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老大人人数真侪，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日本但是真正欠劳工，有的企业就甲经验丰富的新劳留落来，互因上计会当做事做到80岁。实在这对公司员工本身还佫有人客，相信是三平赢的安排。佐藤忠先生是东京南部停车市这间家电卖场的员工，真负责一直切机车顶悬的商品搬货物，看不出已经72岁。思ってなかったですね。自分たちが想像してた72歳というのはもっと老けた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すけど、今自分がなってみると決してもう気持ちは50代という。因是单一局限伊所工作连锁卖场，目前差不多100名年岁超过65岁员工。最近公司阁决定要互一卡3000名员工上久应工作到80岁，比日本政府为明年起退休年岁应到70岁规定超前报数10年。お客様もやっぱり年配の方ってたくさん野島いらっしゃるので、もちろん若いスタッフもいますけれども、自分と同じぐらいの年齢で丁寧に接客してもらえたら、多分お客様にとっても非常にい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ね。这间卖场看重是资深员工丰富工作经验，加真好的代客机卡。佐藤忠也希望家己真侪年来工作心得，加少年员工分享，同时对着时代脚步，互家己保持少年。根据这间卖场的政策，65岁以上员工以每年重新签约方式撤销。业者也进一步提出新的措施，照顾因的健康需求。日本是全球高龄化上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2成8。在欠劳动力情形之下，延后退休已经成做一种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欧洲国家切共和国，运用早前苏联时期军事基地，用去5天的时间引进真侪将近要断种的大型动物和食物收藏，踮伫遮进行保育的计划，咱嘛做伙来看卖。远远的迄阵牛，甲头前的这阵马，头咧咧咧食草，因的生活看起来是不利啊轻盈。为着保护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甲物种的生态，欧洲国家捷克伫咧布拉格东北边35公里，一个旧的军事基地，建立野生动物的生活乐园。Tak to území začalo zarůstat agresivními druhy tráv a náletovými křovinami a vlastně ty odsud postupně vytlačovaly ty vzácné organismy, ať už jsou to různé vzácné květiny nebo na ně vázané potom živočišné druhy, především třeba motýly. 这个旧的军事基地是从苏联入侵的时阵建立的，旧苏联军队退出了后，这个基地就趴远啊。为着要好好利用这个空间，当局5年前开始，就伫遮引进为波兰、英国、甲荷兰的野牛、野马、甲牛羚等等真侪强要绝种的动物。Divokých koní s těmi divokými
struktury dává ten nejlepší výsledek, to znamená vytváří tu pestrou krajinnou mozaiku, která vlastně v Evropě na většině území ustupuje. 这个包括食物甲动物的保育计划，伫咧有自然的水源甲食食的环境之下，嘛伫咧这篇计划第2年开始，豆豆看到效果，亲像是较罕见的龙胆，已经开始出现伫这片草坡啊。因为这种蝴蝶，或者白眼矸飞蝶，是1967年以来头一届出现伫咧这片野生园区。目前规个保育区有25只伫咧2008年开始，用杂交的方式培育的古代牛羚，另外有27只欧洲野牛甲70只野马。 当局伫咧今年年底，甲保育区扩大1/3，达到360公顷，拓展保育原始生态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4度。 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马澎湖30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下礼拜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咿呀咿咿困，一暝大一寸。我是阿朱怡啦，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囡仔出世到大济礼俗，主题就是大济。乖哦，大济汉字写做大济。 罗马字写做“多乌多”，子的济，多第7条，济第3条。出世就是婴仔离开妈妈的身躯来到人世间，迄阵上重要的工课就是产婆爱甲红婴仔转财。咔嚓啊！红婴仔出世3天叫做3条。 即天吼爱请捡囝某，也就是产婆来处理，甲红婴仔洗身躯做胆，互囡仔吼大汉有胆有勇气。了后拜神明拜床母，甲红婴仔号名。妈妈甲红婴仔洗落来了后，爱做月内，等1个月到。 叫做满月，满月时亲情会来做满月，迄阵就爱翕油饭献亲情甲厝边。古早婴仔满4月日有开车做4月日的礼俗，开车就是婴仔开始食肉。做4月日上趣味的就是甲婴仔收暖，互婴仔咬大汉。 哎呀，阿嬷食一个啊，好食好大济就是红婴仔出世满1冬，也就是婴仔1岁的生日，即天会甲婴仔做大济。落土时8字命，意思是讲吼，大个人的命运好歹，伫出世的时就确定啊。不过，咱嘛阁有一句俗语讲，爱拼才会赢。 咧鼓励人唔通伤相信落土时8字命，家己的命运吼，家己拍拼。阁有一句俗语讲吼，查某囝嫁娘咧转财，娘咧就是妈妈。查某囝嫁有生产经验的妈妈，安怎转财？意思是咧讲外行领导内行。溜大济转财。 做胆，做月内，
受难，落土时82命。查某囝嫁娘咧转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哦，乖吼，阿嬷笑来，阿嬷抱吼，嘿，来，抱起来呀，抱起来呀！